了，他正常。法西斯，土匪！喜欢对人民的还是吃来钓鱼的？约得吧，你開槍打人民。但係如果你講到6·4嗰個鎮壓咧，即係好不幸咧，呢個咧係死人最少嘅方法。出機關槍去掃啲人係死人少死得最少嘅方法。香港人民廣播電台逢星期4晚節目風蕭蕭，主持蕭若元、梁錦祥、陸傑、長毛、梁國雄、靳文之。但係如果你講到6·4嗰個鎮壓咧，即係好不幸咧，呢個咧係死人最少嘅方法。你諗諗，其實如果你坐喺個位，當你決定要保持嗰個共產黨政權，你認為要咁樣穩定，出機關槍去掃啲人係死人少死得最少嘅方法。你試下用水炮、用橡膠子彈去打，喂，你睇下韓國係點樣？喂，街頭打散咗，街尾又集中過100萬市民，係咪要打幾個月啊？根本就冇咁大，嗰啲人唔會驚你，佢係靠嗰下震懾入呢個長安街嗰下震懾啫嘛。後來嗰啲人就驚啦。喂，就算係咁樣震懾咗，第二朝你睇見都有啲人衝埋去啊，係咪啊？喂，如果你話用橡膠子彈、用水炮咧，係搞幾個月㗎。即係你有棍，人哋又有棍嘅啫嘛，即係咁樣，啱唔啱啊？你有盾牌，點解呢佢又有盾牌？你知唔知啊？呢個我講話橡膠子彈、水炮嗰啲係線波嚟㗎，唔係真係橡。事實上，佢話當時冇橡膠子彈、水炮。香港自6·7之後練咗反暴幾耐？歷史係唔能夠簡單地重複嘅。嗰晚旺角暴動，其實得幾少人都打挑咗6·7個鐘頭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係認為嗰個人所講嘅説法咧就係啱嘅。如果唔係咁樣咧，就係變成一場持續嘅武裝衝突。其實北京佢話明冇橡膠子彈同水炮啊嘛，咪又係用藤牌同棍同對方打過咯。咁大家有藤牌同棍嘅啫嘛，即係呢啲係。但如果用暴力，你話嗰個 scenario 真係用20萬軍隊、用盾牌同埋用木棍同嗰啲市民打過，咁樣會出嚟一個咩嘢嘅 scenario 咧？即係咁樣樣。唔係佢其實咧。唔好講，唔係你講啦，你講啦，唔緊要。我工作啲咁講啊，老實講，蕭生，如果唔係你咧，我已經鬧咗嗰個人。如果有條友我喺街聽到，我即刻鬧。喺維園我聽到個維園有8個真係答佢。佢講咩啊？你家其實好奇怪，軍隊用石頭掟群眾係未見過。係啊，遮石頭嚟掟啊！喺韓國我就睇見好笑㗎，大家都有盾牌、有頭盔、有木棍，軍隊咧就有時就出催淚彈，群眾就冇催淚彈。群眾咧就掟莫格托夫炸彈過去，日日都死1、2個人，多數都係死差佬嘅機會大，你知唔知啊？一個燃燒彈一燒著咁，咪燒死一個差佬咯。歷史係唔能夠簡單地重複嘅。你一睇係，如果嗰個嘢係意圖震懾，而係用 maximum casualty 嘅方法去震懾，你知唔知係死幾多人？即係呢一個上海4，即係呢一個鎮壓共產黨。喂，係可以咧。即係如果嗰日喺北京啊，係用 maximum casualty 去震懾全國，維持個政權完整咧，係應該死10零20萬人啦。咁有冇人而家話俾我聽死咗10零20萬人？係咪？即係如果係用，我係決定今次我唔理，我係用 maximum casualty，等全國冇人再敢反對，軍隊盡量殺傷。你估係咪死10幾20萬？唔係，蕭生，邊度會有人會採取 maximum casualty 呢樣嘢去處理事情㗎？冇可能㗎，大佬。歷史上經常唔係呢個係咩時代，大佬？唔可以咁做㗎。希特拉即係你話近啲希特拉都唔知用咗幾多字，即係咁樣樣。歷史係唔能夠簡單地重複嘅。阿蕭生個講法咧就係話咧，佢認為佢聽咗啲專家意見咧，咁樣做咧係會死少啲人嘅。佢採納咗種講法啊嘛，就係話一係而家咁樣樣，一係咧就用呢個藤牌同埋木棍，嗰30萬軍隊咧出咗幾個暫停軍，就同百幾萬嘅市民咧就係打過。咁你百幾萬市民係唔係就係會喺盾牌同埋木棍之下就會放棄唔挑打？
你係講過，我即刻制止你嗰晚。唔係我就話，我即刻制止你。呢個論點咧，就有一個客觀效果。我話呢個客觀嘅效果咧，就會令到人哋覺得咧，你為咗當權者咧去開脫當日佢開槍，即係鎮壓嗰個嘅動機同埋嘅手法。呢個方法咧，如果我聽咗阿蕭生你嗰個 minimum casualty 嗰個理論咧，就係呢個方法係最好嘅方法。唔係，我就唔能夠苟同，不能夠苟同。我又問下你，歷史上有冇人試過？如果有百幾萬群眾喺街度，歷史係唔能夠簡單地重複嘅。嗰百幾萬群眾係夠膽阻止呢個軍隊開入，係去燒車，去到嗰個程序到咁樣嘅時候，你用20-30萬人係用呢一個藤牌同埋木棍去鎮壓一個咁樣嘅城市咧，我就喺歷史上我就未見過啦。用社會科學嘅方法咧去解釋佢嘅選擇，點解用呢樣嘢？要解決你 minimum casualty 嘅問題，佢係要解決呢一個政變嘅問題去。有往里點，有车长出，车长出。